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过身了后，外界伫咧关注日本对台政策甲印太战略。前外交部长也是这个台湾安倍之友的会员会长陈东山，今仔日就表示讲，这原定政府同意副总统赖清德入境日本，这就已经是宣示讲，伊会继承安倍晋三接近美国台湾对抗中国路线。 前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着情死亡，拄结束的日本参议院选举自民党大赢，拢互外界关注当前间电分享政权未来的走向。日本对台外交关系敢会改变？后安倍时代受到关注。这一次这个安倍去世之后，他们这个国会议员的席次刚刚提到有2/3以上是他立刻可以运用，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，我是认为应该是不会有太大的改变。 前外交部长陈东山伫台湾新政协会座谈，及美国总统拜登接替川普执政做例，当时人烦恼拜登就台后的发展，但事实上，美国政府对台湾比早前更较好，原因出自强大的民意对台湾的支持。某专家指出，这届副总统赖清德以中华民国副元首身份进行慰问的闪电外交，嘛显示几个意义。第一个是对日本宣示。 岸田将会继承这个安倍的亲美亲台抗中的路线不变。第二个，也对台湾宣示了台日关系的友好不变。第三个是对中国宣示了日本的印太战略不变。 政治学者表示，为了继承安倍路线，赣联政府已经宣布将国防预算提悬到 GDP 的2%以上。过来就是处理日本和平宪法的问题，这两项代志嘛，拢就要看缩落去的中国战狼外交、军事侵略，是毋是会互首现得到日本民意的支持，进一步决定对中国维持强硬的立场。记者陈嘉木、桂林台北采访报道。